那個深夜的電話是凌晨2點40分打來的。謝霆鋒當時正在酒店房間裡看一份第二天要用的文件，手機屏幕亮起來的時候，他看到來電顯示是張柏芝的助理。他接起電話時已經站了起來，像是身體比意識更快地判斷出了這通電話的緊迫性。助理在電話裡說，張柏芝突發劇烈腹痛被送進了醫院，初步檢查結果雖沒有出來，但情況看起來不太樂觀。謝霆鋒問了一句哪家醫院，然後掛斷電話，拿起外套就往外走。他從酒店到那家醫院的路上沒有等公燈，也沒有減速，在深夜空曠的街道上穿過半座城市，用了不到20分鐘。他的車在醫院門口停下時，緊急通道的保安走過來看了一眼，他的表情讓保安沒有多問就放行了。他穿過急診大廳的時候腳步很快，沒有因為深夜醫院裡微弱的光線和偏暗的色調而放慢節奏，也沒有因為走廊裡偶爾經過的人影而繞行。謝霆鋒趕到急診室門口的時候，張柏芝已經被推進了檢查室。走廊的燈是冷白色的，照在他外套的深色面料上，邊緣的光線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他站在檢查室門口，沒有往裡看，也沒有敲門，只是在門口站定，像在確認自己已經到達了需要到達的位置。他不清楚急診室內的情況，也不清楚他的狀態是否已經穩定，他只知道自己已經沿着既定的路徑到達了這裡，不需要再向前移動，也不需要詢問其他人這條走廊是否通向正確的方向。他在那裡站了多久，他的助理沒有記錄，張柏芝的助理也沒有留意。後來他在採訪中被人問及那個深夜趕赴醫院的決定時，他的回答不長，也沒有流出停讀。他是 Lucas 的媽媽，我總不能不去。王菲是在第二天早上才得知這件事的。他通過一個共同的朋友了解到謝霆鋒在那天凌晨有車穿越半座城市趕到了那家醫院。他後來被拍到在謝霆鋒住處的樓下出現，畫面裡他站的位置距離入口大約10步遠，沒有直接攔住他的去路，也沒有在公共區域停留過久。他在謝霆鋒從住處出來時朝他走去，雙方在道路邊緣的位置停下，間隔大約2步。他的語氣平穩，音量在可被記錄的範圍內接近正常對話水平，神情沒有明顯的憤怒傾向。那一幕在被拍攝時保持着可被識別的人際間距。後來有人把這段畫面解讀為當街攔截和怒斥，但當時在場的一位目擊者在事後表示，王菲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昨晚去了醫院，不是問句，是陳述句，像是他已經確認了那件事，然後把它放在桌面上等他回應。謝霆鋒的回答也很簡短，他病了。我是 Lucas 的爸爸。他在回答中沒有使用前任或舊情這樣的詞，也沒有對那個動作進行修飾或解釋。他只是說出了事實，用2個分句完成了整段對話需要的全部信息輸出。王菲在聽到那個回答之後，沒有立刻接話。他在那段停讀中的表情沒有明顯變化，但他站在原地沒有離開，也沒有縮短或拉長距離。他後來問了一句，那你以後船去嗎？謝霆鋒回答時的語調與他剛才保持一致，沒有因為被追問而提高或放慢。如果有需要，佢去。他在回答中沒有添加如果你介意或者我盡量不去這樣的條件句，也沒有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諾或保證。他只是用陳述句完成了一次明確的表態，然後讓那句話說完了，沒有添加解釋。張柏芝的檢查結果在當天上午出來了，是急性闌尾炎，需要立即手術。手術安排在下午。他進手術室之前給謝霆鋒發了一條消息，內容是手術順利的話，晚上就能醒。謝霆鋒未有回那條消息，他後來解釋說，他正在片場拍戲，看到了但是沒有回覆。那條消息在他手機上顯示為已讀，沒有更多的反饋，也沒有被刪除，一直留在他發出的記錄裡。那天下午他在片場確實拍了一場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戲，中途沒有查看手機，也沒有打電話詢問手術是否已經開始。
收工之後，他給助理發了一條消息，詢問手術是否順利。助理告訴他手術已經結束，一切正常。他發了一個沒有繼續追問恢復細節。那段時間，關於他們三個人的討論在網絡上開始形成兩種不同的走向。一派認為謝霆鋒在凌晨嘔車趕赴醫院是對象柏芝仍有感情，另一派則認為他出現在醫院只是因為他是孩子的母親。這兩種敘述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支持群體，但謝霆鋒本人後來在一段極為短暫的音頻回應中說了一句話：我去醫院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把那個動作從被解鬥中抽離出來，讓他回到他本身的狀態。他在凌晨2:40接到的那個電話只是告訴他有人需要去醫院，他去了，然後回來了。他沒有在想那算不算怎麼證明，也沒有需要對着鏡頭解釋的必要。在他離開醫院返回片場的路上，天剛亮沒多久，街道上的車輛逐漸多了起來。他在一個公燈前停下時看了一眼後視鏡，然後等到燈綠的時候繼續往前開，沒有因為那件事而放慢當天接下來的節奏。王菲在那天之後沒有在公開場合再提及這件事。他沒有接受任何採訪來表述自己當時的立場，也沒有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任何可以被解讀為對謝霆鋒行為回應的內容。他只是在那個早上出現在那條街邊，完成了那段對話，然後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沒有因為謝霆鋒的回答而改變自己的節奏，也沒有因為那件事而調整自己的行程安排。他在完成那次對話後，他的生活日程與外界對他的預期之間保持着原有的間距，沒有因為這次事件而出現明顯的變形或位移。像柏芝在手術後的第3天已經可以下床走動。他在接受後續詢問時被問及是否會介意謝霆鋒出現在醫院，他的回答包含一個完整的界定：他來不來都不影響怎麼，但他來了，我不意外。他沒有把那個動作解讀為復合的信號，也沒有把它當作一種需要回應的善意。他只是確認了他確實來了，然後把這件事放在自己消化完畢的位置上，不再需要拿出來反覆翻看。手術後的康復期，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休息，沒有跟進網絡上的討論，也沒有因為那段被拍攝的畫面而產生需要回應的壓力。他只是知道有人來了，然後繼續恢復自己的節奏，沒有把那件事標記為需要處理的事件。謝霆鋒在那之後沒有被拍到再次出現在那家醫院，他也沒有在公開場合提及那個深夜的行程，沒有回應網絡上的各種解讀，沒有因為那件事而改變他的日常安排。他在收到確認他狀態平穩的消息後，便沒有再進行額外的行程調整，也沒有安排後續探訪。整件事從那個凌晨的電話開始，到他在醫院走廊裏暫定的那段時間，再到他離開後駛過的街道，構成了一段不需要後續追加說明的完整路徑。他在穿越半座城市的過程中經過了多個路口，每一個他都在信號燈允許通行的範圍內通過了，沒有因為心不在焉而走錯方向，也沒有因為深夜交通稀少而超速。他只是用最短的路徑穿過了那段距離，然後停在了急診室門口，沒有再向前移動。理性地看，這件事的複雜性往往源於我們賦予它的多重含義，但從事實層面來看，故事裡的關鍵動作其實非常簡潔：一個電話，一輛車，一個深夜急診室門口的停讀，一聲確認安全後的離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在那個位置上做了自己該做的事。像柏芝生病了，孩子船少，謝霆鋒作為孩子的父親趕去確認情況，然後返回自己的日常生活。王菲有自己的感受與判斷，也有權表達。當事件被剝離掉那些額外的解讀和情緒渲染之後，它顯現出來的輪廓其實是一個關於成年人之間如何處理界限與義務的故事，只是恰好發生在聚光燈下。他們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向前走，偶爾因為某些無法繞開的事而短暫交匯，然後在事情解決後重新拉開距離，向着各自的方向繼續前進。
而這些交為本身並不總是值得被反覆檢視，有時候它只是一次動作的連接，完成了就各自回到了各自的軌道上。那扇急診室的門在凌晨3點左右閉合過，等到天亮了之後，走廊裡已經未有人了。所有人已經完成了自己需要做的事，然後回到了自己該在的位置上。那些在網絡上被反覆播放的畫面，那些被放大的表情和動作，那些被解構出多層含義的停讀和語句，在真實的時間線中都只佔據極短的篇幅。謝霆鋒在急診室門口站立的時間，王菲在路邊停下的時間，張柏芝在手術前發消息的時間，加在一起大約是幾十分鐘，被分散在不同的時段裡，而這幾十分鐘在漫長的生活中只是幾個斷點，不足以構成一條連續的線，也不足以改變任何已經成形的軌跡。他只是做了他該做的，然後回到他該在的位置，沒有因為那幾十分鐘而偏離方向，也沒有因為那幾十分鐘而重新規劃路線。他已經確認過自己該做的事情已經完成，不需要再進行多餘的停留了。謝霆鋒在醫院走廊裡暫定的時候，已經接近凌晨3點。他不知道張柏芝被推進了那個檢查室，只是站在那條走廊的分岔口，看到兩扇緊閉的門，一扇朝左，一扇朝右。他沒有選擇其中一扇，也沒有敲門，只是站在兩扇門之間一段較短的距離內，等待助理從其中一個方向出現。助理從左側門出來的時候看到他，神情明顯緩和了一些，然後告訴他醫生正在診斷，初步判斷是急腹症，需要進一步檢查。他說完之後又問了一句：你要不要坐輪椅？他看了看那條走廊裡的塑料椅，沒有走過去，只是說不用。他在那裡又站了一段時間，直到檢查室的門再次打開，一位醫生走出來，詢問是否有家屬陪同。助理立刻上前，謝霆鋒未有跟上去，只是站在原位，聽到醫生說了需要手術，越快越好幾個字，然後看到助理開始打電話聯繫轉院事宜。他注意到助理撥號前停讀了一下，像是需要衝手機通訊錄中檢索出合適的號碼，然後才按下撥號鍵。確認張柏芝被安排轉入手術準備流程後，他沒有繼續在那裡停留。他在走出醫院大門時，和一輛剛駛入停車場的救護車擦肩而過，車頂的藍燈從他側臉掃過，然後在車窗關閉後熄滅。他從醫院返回住處時，天剛蒙蒙亮。他把車停在路邊，沒有立刻熄火，坐了一個人，透過車窗看到前面的道路正在從深藍變成灰白。他熄了火，但沒有立刻離開，在座位上又待了一個人，不知道在想什麼。那段時間，路面上的光線正在緩慢變化，從黑暗到微明，再到周圍物體的輪廓逐漸清晰。他只坐在那裡，沒有去看手機，沒有去確認時間，也沒有發動引擎。後來他在關於那天的回憶中幾乎沒有提起那段空白的時間，只說了一句：那天早上天亮得特別慢。他在天亮之後才回到住處，在進入房間之前把外套脫下掛在了玄關的掛鈎上，然後去洗了一把臉。他在衛生間裡站在鏡子前看了一個人自己的臉，那段時間他在鏡面中看到的輪廓與平時未有明顯變化，但他沒有立刻離開。他後來也沒有對任何人描述過那個清晨的細節，他只是把外套掛好，洗了臉，然後走向客廳的方向，沒有在玄關處停留。張柏芝被推入手術室的時候，麻醉師問他有沒有需要聯繫的人，他當時已經做好了術前準備，聲音因為痛減弱而變得更輕。他說了一個名字，是他的經紀人。他在麻醉開始前又看了一眼手術台正上方的魔影燈，然後閉上了眼睛。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移交到一個完全由醫療程序主導的流程中，不需要再進行額外的決策。他的身體被完全麻醉之後，手術燈亮起。他在蘇醒後記憶有些模糊，只記得護士告訴他手術順利，然後他又睡了過去。他醒嚟之後的第一句話是問現在幾點了，護士告訴他下午6點多。
他聽到那個時間，確認自己已經躺了大半天，然後看向床頭的手機，看到了謝霆鋒那條已讀的消息。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發給他的，也不確定他是否看到了，但那條消息停留在他的發送記錄裡，沒有後續的追加說明，也沒有撤回。他在確認已讀狀態後，把手機放回了床頭舉上，沒有繼續翻看其他消息。